每个世界老火点天，巴啦啦巴巴。我讲把头讲讲爱初上，记得讲我嘅法，有啲做本意准做笑法，走吧就走吧，就不是来老爱做怕。有钱有慢嘅路，来一步向前，爱很难去，用快又可以摆，有用嘅所在行行又停停，相爱又怪可以，嘅营养沙天爱天黑，故所就本起家，咿呀呀都带的梦多。做马该嘅功课嘅法，一群龙一个思念一样无穷变态，留白嘅梦，本一行啊，就从黑啦来个，呜哈。一年又一年，一年又一年，直到时间不分开，都快乐的快一个俩丢给，就本地离开爱的世界，想我记得，我永记得，给公路给我一个你是路，留白的一切就不光带走，你来的生活。And never say love again. 李真勇，乜嘅意思？有法就好好讲，唔是安样。假用成讲马来西亚嘅分教计划，俺咩古董，怎么嘅还有冇人名诶？做股东是会出钱的，给你出钱吗？其实刘先生系俺强嘅先，冇眼里面，乜嘅咪做唔到。没啦，那么我就不能看面相好了。你想要几多？5%、10%？你用做掉你对啊？人讲好嘅呀。讲好的样啊，这样是，唔系听我讲好的，绝对做唔嚟受害，俺不卡给你了，几高档？你做乜嘅啊？ 8個講啊，就唔好談啦。沒停啊，按多年的，俩錢，懶用。你想做乜嘅啊？上個的啦，兩叫吼，你看摸會清楚。坦白啊，未少迄老時間全手留本來摸的，你啊看後生，你想要追求嘛該就去追求啦，你切你，就好啦，好冇？李正勇，我停呀按多年，我用大理公司的勝利，拼度過一再又一再的難關，到到啊，先飛到錢嘿。敢講唔配咩？中英啊，有錢人一簡單，韓國人公司是有財務問題，
就算去海外开分校，咪嘛人家赚钱，爱怎样才鼓动？对爱是好处咩无？我含甜爱味都冇假嘿。不管迄味道嘛改了，上回俺摸一个你，确实是没法度了。迄念拢是先开始啊！我现在交给你会做人。你要做大忌咯，啊？冇假啊！俺们讲起生活嘅爽，就你大忌啊！爱冇给骗你。俺吕正祥嘅摸诶，唔会骗你。你我迄双头啥？有问题还给骗我讲咧。佢都拿面头钱，怪得出乜嘅？一摆头就变鬼变怪。我请你讲堂到，佢老年讲天发，还讲会报警。唔信去问佢啊，还问佢啦，还都面对质啦。讲出来吧。你啊，迄个催眠嘅款用，这样你快。你真好，我会不会唔见死？我叫做天佑。奥斯卡爸爸，你跟我都呀？张安稳啊，副镇长，你去给找保主。你最近在有钱呢？副镇长，听我转。冇啦，我欠人命，我冇转。老海讲，找到我谁就第一名黑马嘅意思。怎么给你俩申报案一下？奥斯卡的字条咩案一下？俺弟啦，你只讲奥斯卡。讲，但唔转去请人没？好啦，我讲。反正我就是对比赛嘛。比嘛嘅？故事当从，当然讲呢。好啊，你转去慢慢讲啊。啊，冇，我讲。哎呦，你想一滴，你做迄外头空个几只副嘅，看，你做一滴个啦。嘅，你老给跟不给？副镇长。子静妈妈，你说子静还要请假1周，是因为生病在家休息吗？嗯。哦，那是生什么病啊？需要请假这么多天嘞？就是感冒发烧之类的。那今天放学以后，我到你们家看一下子静好吗？是不用麻烦了，我怕如果父子把感冒传染给你，那就不好了。子静妈妈，一般学生呢请假只要是正当理由，我们老师都是会准假的。但是你知道为什么我要特地请你来学校跟我说明一下呢？因为你们对子静的病况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其实我已经想请社工介入处理了。田老师，我拜托你不要这么做，不要请社工处理，他们可能会把我的小孩带走。田老师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。所以我才想当面跟你聊聊啊。
其实我希望你告诉我实话，这样我才知道怎么样帮助到子敬啊。田老师好。哎，子敬妈妈，因为我要先上课了，我们这节是说话课，如果你不赶时间的话，你麻烦你跟大家在后面参观一下好不好？这样子我们下课之后我们再好好聊聊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你稍等我一下啊。好了，大家安静哦。钢铁人，忍者龟，也迄因你嘅临时机体，做唔得寡烟咯，知无？刚好，等阿爸转来，因你主早带去正经的机体的。好，各位同学，今天说话课呢，我要请各位同学呢分享一件自己最难忘的事情。那么我们就从1号开始喽。各位同学，请鼓掌。喂。喂，哎，你好。唔是讲。我都盲悶呢。我每人讲我啲奶啊，6時。我也捌好心甲人講，等下係要開大會。就咁講喎，係講無來，喊咪就唔是過來嘅呢。哼，安尼好啊。出接機構調整呢。 nice 啊。1點鐘過後，夾啊啦。好啊，ดี啊。啊，太哥，天公的呢？家讲好无？老吕开进到底乜嘅关系啊？金钱的蹦高安，跟你边贵哦，错冇？啊，唔错。迄吕凯进边的贵，你将个唐家发乖乖判事听听，错冇？ 你老家34年呢，都在啲嘅咩物嘅啊？啊！你老吕凯进有啲嘅计法物嘅咧？唉，唔讲，你老豆也慢嘅做唔掂哦。好，你唔讲，我系讲。 吕乐轩，还记得吗？吕乐轩，还记得吗？那是我同学，吕凯进阿姊。吕乐轩歌神。 有咩转学？你应该有老吕凯进无乜嘅关系争错啊？唔做乜嘅爱拖嘅34年呢？其中一集按拄好就係吕凯進，唔過獨乖呢，伊無上愛4年呢，又買人搭，又買天師，又冇愛錢，又從假巴嘅補習班。 你到底愛乜嘅啊？唉，唔講。好，我大天發向吕凱進老家妹來警察局睇下向下泡茶。阿偉，你睇，做乜嘢啊？
叮当嘞！唔讲哦，我上端啊，眼你想保护李凯金，等下查出来，李凯金的爸爸妈妈没买地啊，都是唔用啥，还做得见面冇？啊？一下老眼讲，我想办法天数。相信我，老吕凯进都在马边管理啊。Can you？ 好，那接下来换杨佑丽同学，佑丽同学请上台。奥斯卡又不说话，老师干嘛每次都叫他上台啊？好尴尬哦。李文，唔是这样，唔免意思呢。我保证，相信我。有数量，不准行，你转来。你还怎么给？公法？怎么给不公法？怎么敢很奇怪？老镇长，你千万困难。我忘了，你不能讲话吗？你在演戏吗？啊！你开口说话！你们看那里，那里，哪里啊？就那一台车啦。哎，那是不是你妈妈？你妈跟不认识的男人抱抱哎，哇塞，世界大八卦哎！闭嘴！佑丽同学，上课不能用手机，赶快收起来啊！好，那我们谢谢杨佑丽同学，佑丽同学请回座吧。奥斯卡说。闭嘴！你们谁敢说出去，我就跟谁绝交。父子说：“你生什么气啊？因为你妈比较爱那个人，不爱你哦。”奥斯卡说：“你们的妈妈才不爱你们。”小凯说：“不然这样，我们来玩一个游戏。”来赌谁的妈妈最爱我？让我坐前面啦！我坐就会晕车啦！赶快上车啦！我要本读册的，去本读册的。奥斯卡妈妈，小孩真的被带走了，带我一起回警局，看他们怎么处理。报告给下，你报都怎么给啊？天数。天数？哼！小海要你天数呀？哇，小凯，你说你找到我们要躲的地方，我还以为是什么铁皮屋，就是那种大房子。哇，你怎么找的啊？就跟你说我很厉害吧，你还不相信啊？真的可以待在这里吗？这个房子的主人不会回来哦。放心啦，绝对不会。哇 ，PS4 哎，
哇，还那么多游戏片，未免也太爽了吧！哎，等一下啦，我们还有一件事情还没做。啊，什么事啊？手机要交出来啊！我们之前不就说好了？哦，对对对。好了，我们两个都关机了。哎，小凯，你的手机嘞？不见了。不见了？真的假的？不要装哦。真的啦，我本来放在口袋里面的。啊，会不会掉在路上？算了，没差，反正我的手机不见了，就代表也关机了嘛。哦，也是啦。那我们的手机要放在哪里啊？放那个柜子上好了，放高一点，这样谁都拿不到。哦，好啊。老木，帮我们把手机放在上面。好了，现在谁也不能打电话，也不能离开这里，除非有大人找到我们。那我们现在来确认一下，怎么样才算赢，好不好？总之，谁的妈妈先看到我们的留言，先到这里，那个人就算赢，对吧？然后输的人呢，一定要把他最喜欢的玩具送给赢家，不能耍赖哦。知道啦，我们不会耍赖的。那我们现在来打勾勾，代表谁的妈妈最爱我。比赛开始。比赛开始。谁的妈妈最爱我？比赛开始。比赛开始。谢谢各位媒体朋友今天来到这里。我们的小孩被绑架了，我们真的不惜代价，都一定要把我们的小孩赎回来。小凯，小凯，我们每天睇過睇一次，拜託你條，聽個錢好冇？拜託啦，拜託你，拜託啦。Layer launchers spring you from front to back and back to front. Give it a shot, in and out like a bouncing in and out. 换我了。都这么久了，他们怎么都还没来啊？哎呦，你专心一点，他们等下就来了啊。可是他们会不会找不到这里？我藏的纸条会不会不小心被妈妈弄丢了？你想太多了啦。有吗？有啊，你想想看呢，你妈妈平常都那么忙，搞不好她现在都还没下班，还没发现你的纸条。那你都不会担心妈妈不会出现吗？这是游戏啊，要玩就不要瞎担心。对啊，不要担心啦，反正我猜我妈现在也还没下班回家。虽然她说今天要帮我妹庆生，不过我猜她也没那么早。你觉得你妈妈一回家就会发现吗？当然啦，我赢定了。你们两个就准备把玩具送给我吧。最好是。按到家中钱都被不点呢，你就暗喊，到分嘎啦。这是什么啦？你们要的晚餐。我们要的晚餐是吃番茄蘑菇意大利面。番茄蘑菇酱、意大利面，我还多买了生菜。那你买生的回来，我们是要怎么吃啊？你会煮吗？那怎么办？啊，那你再去买煮熟的番茄蘑菇意大利面回来好了。干嘛再去买啊？我煮一煮就好了。你会？不是很简单啊，你都不会哦。不会，不会。唉，真是受不了你们这些公主少爷！要是没有我这个大厨，你们就饿死吧。现在只能靠我了。哦，你真的很神出鬼没哎！谢谢哦。不过把刀子放那么高，拿不到怎么做菜啊？
鬼莫记。细年的按不条唔转，当你向俺唔行哦。Oscar， 记者 Oscar， 机动强，经常要自我家。应该已经8点多了吧？妈妈都还没来，我们要不要打电话给他们啊？打电话就算输了哦。没错，那你这样就会是谁的妈妈最爱我的比赛最后1名哦。哎呦，出来玩很难得哎，你什么时候可以玩到 PS4 啊？玩都来不及了，还在那边穷紧张。可是已经很晚了哎。这里很远，你要给大人一些时间嘛。我在那间房子的窗边一直等，相信妈妈一定会发现我在她包包里面藏了纸条，很快就会来接我。但是时间越来越晚，都没有人发现我们。啊，都已经9点多了哎，你们还不回家哦？大人都还没来，怎么回去啊？不管，我要回家了。帮我拿手机，我要回家，照回家。你拿了手机，就算违反游戏规定哦。违反就违反，我不管，我要回家。好，如果你真的要回家，那你要先认输，你要把你最喜欢的那套经典火车模型送给我们。一定要吗？还不止这样哎，你还要承认你的妈妈不爱你，要大喊3遍才算认输成功。我不要。好好，我一定要听，你一定要讲完才可以回家。我的妈妈怎么可能不爱我？她只是找不到这里而已。你怎么知道？搞不好你的妈妈真的不爱你哦。不可能，我妈妈很爱我。是你妈才不爱你，大家都说你妈妈比较爱你姐姐，你妈生你就只是为了要代替你姐而已。喂，你干嘛这样讲啊？小凯，对不起啊，我不应该这样说的，对不起。对了，奥斯卡只是乱讲而已，你不要理他啦。对不起啊，小凯，你不要再哭了，我留下来陪你们啊。对不起。哎，小凯。大家看到小凯哭，都觉得很不好意思，以为小凯不想玩了。但是，只有我知道小凯心里在想什么。我都已经不见1整天了，你还有心情跟人家拍照？小凯，我买这些手机给你，让你继续用小乐的门号。之后啊，我每次打这个号码给你，我都会觉得好像要打给小乐一样。你很烦哎！我警告你哦，你绝对不可以让奥斯卡跟父子离开这里。这没有问题。如果奥斯卡继续吵，你要想办法让他睡，也可以像我妈那样吃药。
如果今天不见的是总统的小孩，你们会这么悠哉吗？坦白讲，一百读3集 ，too many， 冇可能。唔讲也中发，唔系咩讲？搞错。你有唔本记转啊？也迄记者的游戏，迄记者没帮奥斯卡做。不好意思，在哪里被绑了？可以说明一下吗？白天我蛮好逛，请问可以说明一下吗？为何现在出现在警察？现在是说我们出名了吗？你们都看到了吧？事情变那么严重了，我们赶快打电话给爸爸妈妈，叫他们带回家。不行啦，我们现在不能打电话给他们。为什么不行？因为如果我们打电话给他们，这样他们就会知道我们在玩游戏，而不是他们想的失踪啊。这样我们回去不被骂死才怪。那不然我们现在赶快去学校，叫老师载我们去学校，当做什么事情都没发生。怎么可能装没事啊？老师也一定知道啊！更何况今天有体育课哎，我们都没有带体育服，我才不想要被老师罚跑操场嘞。那不知道怎么办嘛？不用怎么办啊？反正到最后还不是一样都会被骂。不如今天趁机翘课放个假，不是比较划算吗？但是爸爸妈妈都已经这么紧张了，我们还不回家哦？对啊，你看哦，爸爸妈妈都已经那么紧张了，这就是他们爱我们的证明啊。既然他们爱我们，就一定会想办法找到我们，这样这个游戏也可以分出胜负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就继续比下去嘛。奥斯卡，你不讲话就是默认了哦。那我们可以继续玩了。Yes。放我出去！我要出去！我要出去！奥斯卡，你不要闹了。我不管，我要出去！我要找我爸妈。你再吵，我就把你妈妈外遇的影片传出去哦。安静！你再吵，我就把你妈妈外遇的影片传出去哦。虽然小凯跟夫子没有说。但我觉得他们一定在背后偷偷笑我，笑我的妈妈不爱我。我不相信，这一切一定是假的。为什么你会有这个影片？我拍的。我们那天一起在路上遇到他们的时候，你没有拍照啊？哦，因为我遇过他们2次。而且都刚好是在我爸的补习班附近，怎么没有机会拍到？哦，所以那天不是巧遇，而是你故意带奥斯卡去看他们2个约会的哦。对，你手机不是不见了吗？你没有交出来，你犯规哦。这是我姐的手机，不是我的，不用交出来，所以也不算犯规。你很奸诈好了啦，小凯不是说只要你留下来，他就不会把影片公开出去了吗？怎样？要留下来吗？把影片删掉。不行，除非你留下来。你为什么可以这样？我妈妈很爱我，你为什么可以这样？你为什么可以这样？为什么？怎么办啊？啊，我知道了，我在电视上有学到一招。奥斯卡，你不希望我把影片传出去吧？待会我会摸你的头，然后你就会慢慢冷静下来，然后就会想要留下来跟我们一起玩。躲开！哎呦，奥斯卡，你乖嘛，我会把这支影片藏起来。不让其他人发现哦。我叫你停了，不要吵啦！
你要把影片藏在哪里？就藏在这只手机里啊。不行，你要整只手机都藏起来。可是这只手机我还要用哎。要不然把记忆卡拿出来藏起来就好了。那不然藏在那个时钟里面好了。老木，帮我放进去。好啦，那你要继续留下来吗？你留下来，你还可以帮你妈妈保住一个秘密。可是大人们要是一直都找不到我们怎么办？那不然我们给他一点提示好了。好啊，什么提示啊？提示我们留在包包、奖状、联络簿里面的地址。好哎。那要怎么让他们知道啊？用龙木的手机打电话给奥斯卡他妈妈。因为奥斯卡打过，这样他妈妈就会知道是我们打给他的。哎，可是这样不公平啊！都是奥斯卡打给他妈妈，为什么不是我打给我妈？这有差吗？有好不好？我是很讲究游戏要公平的。那就用龙木的手机打，用我的手机播放甲的声音。请号20255-340包包、奖状、联络簿。统统安静！我妈妈每天都背名牌包，小凯妈妈每天都拆奖状，父子的妈妈每天都签联络簿。我们以为这些线索很快就被找到，但是我们的妈妈却完全都没有看到。哎，都一个早上了，妈他们怎么都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啊？是不是你打错电话了？不可能啊！我妈妈的电话我怎么可能打错？那我们再等一下嘛。英国抗议一起绑治疗救赎金2,025,5,340元。本台记者也下韩系警察局向警方询问进一步的消息。我们有说要赎金吗？没有吧？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哎呦，一定是大人他们把坐标想成钱了。那我们要怎么办？要不要再打电话给他们？根本每天泰国台。哎，你们看，这是我爸哎！我爸上电视了，他回来找我了。哦，阿爸，东兄呐！唔爱讲数咧，唔爱做你做梦。很做唔得。你跟我说，我讲了你就会放我走的，快放我走，放我走，放开我，让我走，让我走，让我走。好，嘘。有冇本你走啦？唔过每日下，你老爸讲跳，我就本你走，好冇？老木，我们的零食都吃完了，你再出去买一些，顺便买晚餐回来好了。要是什么？炒饭或炒面。记得不要买生的回来，我今天很饿，没有力气煮。哦，好。爸爸妈妈，快点来接我。
你不要一直坐在这里啦，而且你窗帘拉那么开，被发现怎么办？又没有关系。你这样犯规。好，过来了。最后，警察冲进了房子，把我们带了出去。我以为妈妈看到我的时候会很开心，没想到她却打了我一巴掌。从那天起，我就决定我不要说话。只要我不说，妈妈就不会受到伤害，而且我也不用承认我的妈妈不爱我。但是我现在承认了，我的妈妈不爱我。你们也承认吧，你们的妈妈也不爱你们。我们从山转来了，小乐。我们一样可怜。我去挠你！我去挠你！承认吧，你们的妈妈也不爱你们。唔正经，妈妈给上讲了没？我说完了，谢谢老师。杨丽，杨丽同学，杨丽。奥斯卡。我要哈迪小海莫的。干你哦！唔做乜嘅，我兼小凯。过来。做乜嘅？过来。腰束狗毛哎！奥斯卡，奥斯卡，等一下，糖豆嘛，我叫你停下来，奥斯卡。我变成这样，都是你害的。因为你的绑架案，我要辞职，我要去跟薛琪瞎搅和，我要被立委搞这么的丢脸，都是因为你，都是因为你的错。为什么会有你？为什么会有你？我为什么要生下你啊？心很难过，又像空的，苦诉手安样，行吧行吧，从的行过两条路，从的走过两。讲过计划，做的记得无？两条路的尽头，有马萨的等爱。
哎，做唔错嘛嘅？唔错诶，一次做唔免。你问我怎么办？我是小孩，你才是大人哎！大家都知道是我做的，那怎样？阿爸同样就要做咯。唔會，我聽你，我聽你啦！大家现在都很讨厌我，因为我会开口说话了，说了大家都不想听的话。我已经有想好新的计划了。什么计划？秘密。全部黑暗，照样朝魔法主動主張。你的留戀所有嘅記住你風度幫你吹響，遇到冰霜，遇到痛，遇到不知，勇氣留白，我不以後，總會覺得天光，不該起來嘅力量。相愛意，後白嘅故事就盡在一個夢容易走吧，就不愛很多自由嘅路口，係唔係會很多？